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今日講只可能好多人都有嘅收息股中國聯通。呢隻股最近出咗2026年一季度業績，一出嚟淨利潤直接插咗17.6%，跌到淨返49億人民幣。好多人睇完即刻話慘啦，又話運營商呢啲壓倉石都好穩陣鞋，投咗咁多年5G，原來全部打水漂。三大運營商嘅好日子終於到尾聲啦，仲有人放風話要即刻斬倉走佬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唔好睇表面數字就嚇死，呢份業績根本唔係爆雷，反而係聯通博盡轉型嘅信號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透呢份業績，講清楚利潤大跌嘅真正原因，同埋聯通豪賭 AI 到底值唔值得我哋跟住佢一齊等。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講入主題之前，中意可以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分享。另外，我自己亦設有會員頻道，分享心得，大多數會係嗰邊出現，當中會分享我個人嘅操作同心得，名額有限，相關資料放喺資訊欄中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講一個最震撼嘅數字。就係第一季度淨利潤按年跌17.6%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公司賺唔到錢啦。但當你拆開成本大表一睇，就會發現利潤跌嘅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係員工開支單計大增咗20億人民幣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人工貴咗，而且呢個唔係普通咁升，而係專門加俾 AI 同算力相關嘅人才。而家全行業都喺度搶 AI 工程師，人工開到天價。聯通作為三大運營商入面嘅老三，如果唔出高價，根本搶唔到人。反而值得開心嘅係，聯通嘅行政及管理費用比舊年同期減咗12億，即係話公司唔係亂使錢，而係將其他地方慳返嚟嘅錢，全部使去最有前途嘅 AI 賽道上面。好多人會問，使唔使用咁多錢？我同你講，真係要。而家呢個階段，邊個搶到最多頂尖人才，邊個就可以喺未來嘅算力戰爭入面搶到最多嘅市場份額。而家唔捨得花呢20億，遲啲就會落後熱。講返業務本身，聯通而家分4方面進發，分別係連接、算力、服務、安全。呢4樣嘢就係佢哋未來3年要搶嘅高地。首先係最基礎嘅連接業務，呢個係基本盤，根本冇放鬆過。第一季度移動加寬帶用戶淨增358萬戶，融合套餐嘅每用戶平均收入仲穩穩企係100蚊以上。最誇張嘅係物聯網連接數，直接衝到7.5億，單一季度就新增咗3203萬。你唔好以為連接就係淨係俾手機裝上網卡咁簡單，而家工廠嘅機器、馬路嘅燈、屋企嘅雪櫃、冷氣，全部都要連網。呢一塊嘅業務其實仲係度穩穩擴大，我哋根本唔使擔心。第二樣就係而家最熱嘅算力業務，呢個係聯通搶 AI 時代入場飯票嘅關鍵。第一季度算力收入直接賺到154億。按年升8.3%，其中自算中心收入升得更快，有11.7%。而家聯通雲已經服務咗近44萬家正企客戶，個人用戶嘅雲智產品付費人數仲破咗1.1億。你諗下，無論係大公司搞大模型，定係細公司用 AI 做文書，底層全部都需要算力。而家唔花錢起機房、鋪雲網，等遲啲需求爆發咗，你臨時抱佛腳根本趕唔切。呢啲錢一定要提前準備好嘅。第三樣係服務升級。以前大家總係話 5G 冇用，但而家聯通已經做咗5.3萬個 5G 商業化項目，落地咗9800幾間 5G 工廠，俾工廠搞智能製造，俾港口搞無人調度，俾礦山搞智能開採。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嘅訂單。仲有國際業務收入按年升14.9%，客服而家85.6%都係用緊智慧客服，客戶滿意度仲升到96.5%，
服務提上去咗，先有條件留得住高價值嘅客戶。最後一樣係安全業務，呢個係新嘅增長藍海。而家政企客戶對網絡安全嘅需求真係瘋咗。聯通嘅安全專線、聯通盾呢啲產品，服務咗超過46萬家政企客戶，成個安全業務收入按年升14.2%。呢一塊係政策剛需，增長確定性極強。睇到呢度，大家可能就明白啦，點解營收冇點大跌，但利潤會跌咁多？當中公司唔係賺唔到錢，而係佢哋將賺嘅錢大部分都投咗去新業務度。如果我哋只睇短期利潤，肯定覺得呢份業績好差。但如果站係長遠嘅角度睇，呢個其實係聯通主動甩舊包袱，往新嘅增長賽道衝。以前靠賣流量、裝寬帶就可以躺住賺錢嘅日子，確實係過去咗。但接下來 AI 算力、產業數字化、網絡安全呢啲市場空間比以前嘅傳統通訊業務大得多。聯通呢波轉變操作，講白咗就係放棄短期嘅利潤，大大力搶下一輪產業週期嘅入場券。講返我自己都持有聯通。而家蝕緊大約1成有多，但我一啲都唔慌，亦唔打算賣。既然已經上咗船，我就會閉上眼坐到底啦。我睇好聯通嘅原因，除咗上面講嘅業務轉型外，仲有一個重要嘅點，就係佢嘅派息。2025年聯通全年股息每股0.417元人民幣，按年升3.1%，派息率提升到61.3%。而家呢個股息率大約有6%左右，就算股價唔喐，每年收息都唔錯，而且聯通嘅現金流好健康。2025年自由現金流360億，按年升28.5%。只要現金流冇問題，派息就有保障，短期利潤波動根本唔會影響派息。當然風險同樣係有嘅，最大嘅風險就係使咗咁多錢落去 AI 同算力，最後唔能夠換返對等嘅回報，呢個需要後面幾個季度嘅業績嚟驗證。但至少從而家嘅佈局睇，聯通嘅方向係冇錯嘅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大家有冇持有聯通？你覺得聯通呢鋪豪賭 AI 會唔會成功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